近年華為一直喺香港都有推出旗艦手機，咁而熟知華為嘅朋友咧都知道佢其實每年咧都會推出兩款旗艦機，一款咧就係 Pure 系列，而另一款咧就係 Mate 系列。咁 Mate 系列已經係闊別咗香港好多年㗎啦，咁今次重返香港市場，將會帶嚟幾大嘅驚喜呢？ Sky 咧就將會直接帶大家去測試一下香港最新上市嘅華為 Mate 80 Pro。第一次見到華為 Mate 80 Pro 最吸引我嘅無疑係背面嗰個一眼就可以認得出係 Mate 80系列嘅全新雙星環設計啦。咁當你打橫拎住部機嗰陣咧，佢就啱啱好形成一個無限嘅符號，唔單止呼應咗 Mate 80入邊嘅8字啦，仲代表咗影像創作嘅無限可能。值得一提嘅係，成個後置鏡頭模組用咗居中嘅 Oreo 佈局啦，咁同全金屬機身做到一個無縫嘅銜接，咁視覺上咧係極之一體嘅。華為用咗創新嘅隱藏8字形天線通道技術，巧妙咁解決咗全金屬機身對信號嘅干擾，靚得嚟又實用。中框方面啦 ，Mate 80 Pro 用咗令面嘅鋁合金，咁同機背嘅磨砂質感咧形成咗恰到好處嘅對比，多得全新嘅全金屬圓帽架構啦，手機嘅抗彎能力明顯係提升咗㗎，咁拎上手咧就非常之紮實，機背同埋中框嘅接駁位咧亦做到咧好細緻、好圓滑嘅過渡。講完個樣，梗係講埋個 mon 啦。咁 Mate 80 Pro 咧配備咗一個6.75寸嘅 OLED 直 mon， 潮流咧果然係一個循環嚟嘅。曲 mon 正式退出舞台啦，嗰啲成日唔足貼唔到玻璃貼嘅日子咧，終於可以講拜拜啦。佢嘅峰值亮度可以達到3000嘅 nits， 咁講人話咧就係大中午喺街邊睇片都唔使用手遮住個 mon， 皺晒眉咁睇啦。陽光底下咧依然睇得清清楚楚。佢用咗雙層嘅 OLED 結構啦，比市場上主流嘅單層 OLED 方案咧，有效避免咗用得耐會出現呢個亮度衰減嘅問題。仲支援1至120 Hz 嘅 LTPO 自適應更新率啦，仲有144 Hz 嘅 PWM 調光。咁即使你夜晚熄燈碌手機咧，對眼都冇咁易攰嘅。雖然我唔建議你咁做，但如果你堅持，咁佢都盡咗力保護你噶啦。對於購買華為手機，大家擔心嘅係 GMS 問題。咁呢個問題而家可以話係完全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只需要幾個步驟咧就可以解決噶啦。首先咧，你要喺華為應用程式市場入邊揾一個叫 MicroT Service 嘅 app 咧，咁安裝咗之後咧，打開程式，然後咧就新增 Google 帳號。之後嘅嘢大家都熟悉噶啦，填 account 同入密碼，咁就可以用到 Google 嘅帳號啦。Google Apps 又點裝咧？咁一樣喺翻呢個華為應用程式市場入邊，咁你就可以揾到 YouTube 啊、Gmail 啊、Chrome 啊、八達通啊、Facebook、IG 呢啲，全部都可以裝到嘅。你再裝多個 Gbox，咁你就可以用到 Google Play Store 去裝 Apps。基本上咧，所有常用嘅 Apps 咧都可以安裝到，完全冇問題嘅。大家可能有自己排 Apps 嘅方法啦，咁呢幾個推薦咧可能就唔係咁啱使啦。但有啲人咧又唔知點去刪走佢喎，咁下面我哋教大家點去刪走啦。咁首先進入個 folder 入邊啦，揀翻設定，然之後咧推介管理，咁將兩個推介熄咗佢咧，咁你就會發現推介嘅 Apps 咧已經係唔見晒噶啦。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移除咗成個 folder 嘅。今次 Mate 80 Pro 咧就採用咗 EMUI 15嘅系統啦，咁配合埋16GB RAM 同埋512GB ROM 嘅，而且仲係用咗華為最新嘅麒麟9030 Pro 處理器，亦係華為現時性能最強嘅處理器啦。我哋睇睇佢嘅跑分表現啦，安兔兔已經大幅提升到176萬分嘅，而 Geekbench 6嘅單核咧係1281分，多核咧就係5180分，進步都幾巨大下噶啦。再睇埋 3D Mark 嘅表現啦。咁呢個打 3A 手機 game 咧都完全冇問題嘅，性能咁大提升啦，大家會唔會好擔心個電量唔夠用先？咁 Mate 80 Pro 咧擁有嘅5750mAh 嘅電池，帳面數據咧都好似幾唔錯噶啦。咁我照舊用25% 嘅光度去跑呢個 PC Mark， 咁測出嚟電池咧可用時間係24小時01分鐘嘅。咁由呢個表現嚟睇啦，一日一充咧基本上係完全冇問題噶。咁而且佢仲有100W 嘅有線快充。咁充20分鐘已經夠你翻工噶啦。作為一部靚嘅商務手機，好多人都唔會話好着重拍攝噶啦。但係華為手上面有拍攝唔得嘅旗艦機咩？根本冇可能。你睇下佢後置鏡頭嘅 spec 先，主鏡頭更加係擁有市場幾乎已經絕跡咗嘅可變光圈。咁全部硬件都好頂級。如果真係要俾佢好，我諗除咗 Pure 90 Ultra 之外咧，應該就冇對手噶啦。嗱，有一點咧就係連 Pure 90 Ultra 咧都比唔上嘅，就 Mate 80 Pro 咧擁有第二代嘅紅峰原色影像鏡頭，你話勁唔勁先？新加入嘅 AI 構圖功能，對於入門級嘅攝影者嚟講咧，都係一個幾有用嘅功能。
咁我試一試俾大家睇啦。文化中心呢個位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AI 構圖即時俾到嘅拍攝建議咧，我就根據個建議影咗，係唔係有啲料先？喺 K11呢個天橋位咧，大家平時可能都係直接就咁影噶啦。而 AI 咧帶咗個全新嘅視覺俾我，大家睇下點樣？呢個角度去影咧，我之前真係完全冇諗過嘅，影出嚟嘅效果咧，亦都係非常之令我驚喜嘅。我哋再嚟睇下 Mate 80 Pro 嘅各個焦段嘅表現啦。佢嘅 Y 鏡咧真係超 Y 嘅，可以去到13個 mm， 比起市場上好多旗艦機都係得嗰15、16 mm 咧強太多啦。而且咧你可以見到佢色彩表現都係非常之好，明顯 CMOS 咧都唔係平嘢。1倍同埋2倍嘅表現咧好清晰，細節同埋色彩咧都保留得好好，完全睇唔出有偏色嘅情況。然後嚟到4倍啦，呢個係佢長焦鏡頭嘅真實倍數，表現一樣係好清晰，細節保留得太好啦呢個。咁就算去到10倍咧，個質素依然都係好強勁嘅。20倍咧就會有輕微嘅模糊，但仲係睇得幾清下嘅。咁30倍咧個質素開始會有少少下降啦，可以食用嘅範圍嚟嘅呢個都係。去到80倍同埋100倍嘅 AI 痕跡咧開始明顯，叫做影到，但相信呢個焦段咧都係一個唔常用嘅焦段嚟嘅。然後我哋再睇睇微距表現啦，首先要讚下個色準先。平時如果要影呢種全黃色嘅花，有經驗嘅人都知道啦，呢個情況一般都係色溫會出錯嘅。睇嚟第二代嘅紅峰原色影像咧係有啲料到嘅。咁講翻張相先，上面連花蕊上面嘅蟲咧我都睇得清清楚楚，連腳都睇得清清楚楚嘅，呢下又真係幾過分。喺拍攝方面佢真係幾全能嘅，對應日常環境拍攝咧就完全冇問題。咁日拍嚟講嘅清晰度咧同埋細節度咧，比現時唔少旗艦機咧都好唔少噶啦，而且層次感都好足嘅。夜拍方面啦，主鏡頭表現依然都好出色啦，光影嘅細節仲係唔差嘅，加上一個好高嘅寬容度，一啲會曝光嘅位咧都收得翻好靚嘅。但如果夜拍去到10倍咧，已經係呢部機最盡嘅表現嚟噶啦。如果夾硬推上去咧，其實都冇乜意思。最後總結一下啦，華為 Mate 80 Pro 咧喺設計咧、mon 效能同埋拍攝方面都有明顯嘅提升。佢獨特嘅雙星環鏡頭排列咧，橫向嗰陣就可以呈現一個無限嘅符號啦，融合呢個美學同埋實用於一身嘅。全金屬嘅機身配搭咧，隱藏嘅8字天線解決咗信號干擾嘅問題。6.75寸嘅 OLED 直 mon 告別咗曲 mon 嗰種唔足嘅困擾。咁光度更加達到3000嘅 nits 啦，戶外依然係好清晰噶啦。配合5750mAh 嘅電池同埋100W嘅快充，續航方面咧就完全係冇問題嘅。相機搭載咗最新嘅第2代紅峰原色鏡頭啦，咁同埋新加入嘅 AI 構圖功能都係好實用噶。新手小白咧真係值得一試嘅。咁各焦段啦同埋微距表現都好出色。整體嚟講咧，佢係一部設計效能同埋實用性兼顧嘅頂級商務旗艦手機。咁今次華為 Mate 80 Pro 嘅 review 到呢度已經係結束噶啦。如果大家有咩問題嘅可以留言問我，我係你哋嘅測試員 Sky。